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欢喜，我是郭强先生。今下也个剧呢，嘛今下来做嗰啲护理健康太好运动保健系银华宝贝同一同。今日呢也同样有雷文老师他嚟今下来做一个瑜伽垫呢，点样呢运动哈？今下呢做一个运动呢，嘛要注意安全就错嘅哈。假使我哋年紀又過大嘅，有膝頭、有心臟或有乜嘅醫生交代唔可以做嘅哈，都唔是勉強啦哈，醫師做到就好嘅哈，唔是做人強，也更加呢，我哋再繼續嚟同一個點方這個瑜伽嚟做一下一個人肚式嘅哈，一個強化動作哈，好嚟，首先呢，把面倒來，好面倒來，好。老師同好先生嚟同嚟講一下一個動作哈，也練一個肚式，練肚式有力哈，也手呢不用蹲來，好先看一下啦，再嚟空下來做哈，不用壓上來，用肚式的力量呢，好吐氣，好先吸一口氣，吸好之後呢，輕輕的吸一口氣之後呢，好吐氣。不用下來，好，這樣呢都可以練一個肚式強化一個肚式哈。那同樣安全體的哈，你先做一下看咯。假使講冇爽快哈，冇乜嘅有安尼感覺的話哈，你都唔是做很強嘅哈，你天天嚟做都好哈，安全體的。好，可以做弄下嚟面對嚟，好嚟做下哈。好，做4下啊，可是哦，好，吸一口氣，吐1，好，再下來，好，先順一下氣哈，好，吸氣，吐，好，下來，好，再順一下氣哈，順幾下，然後氣頭順幾下，那開始哈，吸，吐。好，唔是夾，也唔是做倒，可以做倒一路一倒哈。好，再來一顆啊，要順好嘛，氣頭要順好了哈。可是吸一口氣小小的，好，再吐，嘴巴吐，肚子用力，好，看好了瞄。好，人數呢可以瞄一倒都瞄一倒唔怕啦哈，看都可以晃一倒都晃一倒，來，再開始啊，深吸啊，吸，吐。好，再來啊！吸氣，吐6。好，再來啊！吸氣，吐7。做8下咯哈，再來啊！吸氣，吐。好，好，壓咯。按嚟每日做幾下，人肚式哈，會越來越，人家核心肌群哈，肚式會強化，一路個有力哈，也對那個肚式的有力哈，嗰度好處哈，可以人家野外嘛可以有力哈，人家膀胱嘛可以有力一些哈。再來做聽一下啦，講嚟講大家好啦，做聽一下強化一個部分副部分，有另外一則哈。另外一隻嘛，嗰個樣啊，開始，因為哈，安尼2隻腳，安尼，因為2隻腳啊哈，上健樣哈，安尼2隻腳上健，因為一個哈嘛用力的哈，好，可以做人都做幾下，唔可以做人啦哈，都做佢大一些，然後那個。你這個路唔是做很多哈，要不然讓我哋做4下哦，可是哦，好，一個數啊哈，嘛可以不用安尼平平，好幫助一下哈，可是拿上來，好2隻腳安尼1、2、3、4、5、6。
7、8，好，把它，哦，连下抬腿嘛困难咯，好，大家都可以听一下两种方式，可以练一个肚式一片的强化肚式。好，再来教大家一下桥式，好，桥式呢，也如果强松些的，好，面蹲来，好，面蹲来，一个师傅呢，抬上来，好，压上来。两只手标个点满好一片，乱来，好标来再下来，好跳上来，好再上来，好一个自由呼吸都好了哈，要呼吸了自然就好了哈，好预备好做8下都好啊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做8下落好哈。好，上来呀！那位老师可以吗？有一点甜。我录个甜哦。好，唔怕啦哈，我有年纪哈，哈都做完了运动哈，quite好啦哈啊，要保持啊，身体要保持好了哈，保持一个力度要保持一些哈，搞安的方法呢哈，都可以啊，保持一个有一个力量啦。啊，冇做下哈，人家啲肉啊，會越來越少啊，會越來越軟。一個肉嘅咯，講啊冇用到啲力量，啊一路越來越冇用到，一路肌少症都出來嘅哈。人家冇肉冇啲肉力嘅話哈，一路軟，按做乜嘅事情都冇力哈。你可以叫他再來啊，搞大概一個啊，伏地挺身，好，伏地挺身啊，伏地挺身，個強壯一些的伏地挺身，個強壯一些的伏地挺身咯，啊亂嚟做啊。好，開頓來啊！啊，人手呢打開來一些，啊，要兩個開頓來，叫開頓來，啊，跳過來，啊，跳過來，安尼一下下去再上來，有嘛？好，一般呢伏地挺身個跳起都亂的哈，有兩隻腳是打出來，安尼哦，安尼一下都可以跳，哦，安尼都可以跳哦。啊，安尼你要腳嘅話，用褲墩嚟可以較強壯一些。好來，我來做一道下，來做8下好嘛？把它箍上來，好，翹上來呀哈，一下，啊2下，3下，4下，5下。6下，冇憋氣哈，自然呼吸都好呀。好，7、8，可以嗎？好，一路伏地挺身，因為開頓的話哈，一路個強壯啊，好個強壯，啱講你可以做到一個背肌力係運動哈，所以一個嘛哈，一個唔差一個運動，好。我哋就做最後一個運動咯，眼鏡撒，眼鏡有講快講碰改撒，哦碰改撒，因為嘢通作嗰種撒過咁樣咧，碰上嚟，一路拉一個脊椎，好，個豎列標上嚟，好，你要做呢，看一下哦，好，首先呢，撲面蹲來。好，面蹲來啊！好，廿兩隻手呢，邊嘅廿頭拿前面，啊，廿邊嘅廿個頭拿，廿肩頭前面，一個差唔多地方，長蹲來，啊，因為肩頭一片可以撐開來嘅動作，啊，動作，同樣啊哈，大家做嘅動作啊哈，有能力嘅人哈，阿都多做幾下啊，假使人家體力冇好嘅哈，啊做一下也好啦哈，啊冇勉強啊哈，開始咯，
好来，开始唱上来，唱上来，好，头拿呢我过来，然后10分呢，一片的10分呢，轻下来，轻下来，还得唱3歌嘛，好，还得唱下来，好，一个哈可以配合的那个啊，祈祷式啊，祈祷式是按的嘛哈，按人干啥乱嘞，人干啥按嘞。 好，喺嚟撐開嚟。一個人跟啥咧？我哋都嚟做一度下，亦咁樣下嚟不下哈，天天嚟做下，天天嚟做下嚟，可是要面對嚟。然後樹呢，傾嘅大概胸前一片，可以撐開嚟力量一片哈，腳呢揼啲，可是綁開嚟，好，10分裝開嚟，好，可是哦，變下來。 好，再来一下，绑上来，头让我过来，好，我上来，两组看蛋糕好一些，好，变下来，再下，好，停下来，下来不是做一道下哈，做4下就好了哈，好，变下来，最主要哈，我哋咩做一道下哈，以家落伸展舒服为主哈，来上好了。 好，好，我们憋气啊哈。好，阿你一个人讲啥嘅动作呢？攞人嚟做下嚟。好，而家我開玩笑，咁樣做了嗰條嘅動作個，阿你動作啊，嗰度嗰強化啊，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哈。啊，我們有點年紀呢哈，或者說有點運動習慣沒有培養好起來哈，按你的安全呢要第一，好，安全係第一的。 啊！嚟做運動，乜嘅事情攞運動去現場啊，乜嘅現場講嘅事情哈，啊，也做一些做都個安全。今日我哋就做一點好運動呢，也剛好維持身體力量嘅一個方法。今日多謝，也個課程呢都更加維持哈，謝謝，下次再見啦。